萬。23萬落5萬蚊訂。黃生你好啊，約咗我哋嚟緊會驗車㗎，係咪啊？我想問驗咩車㗎？係23年嘅 Model Y，未驗車之前就唔好落訂啦。已經落咗訂，攞幾多錢訂啊5萬蚊。23萬落5萬蚊訂，以前我哋都叫啲客唔好落訂，但而家啲人越落越多，20幾萬部車俾5萬蚊訂，因為都唔識啊，都冇諗咁多。所以其實你哋咁樣好危險㗎。有冇簽合約啊？有啊，你份合約一陣可以 send 嚟睇，有好多合約咧都係好唔公平，令到你咧有好多地方係會受損嘅。呢架車係車行定係私人㗎？車行嘅。提翻大家啦，其實就唔應該落訂啦。你而家落咗訂冇辦法，但係你要睇清楚文件嘅資料，究竟呢間車行有冇授權書，或者部車係咪佢已經係收斷咗，有權賣俾你，同埋有冇講到話，譬如部車喺咩情況之下可以攞翻訂金㗎？水浸啊，有大撞啊，或者記住，大撞水浸即部車冇定義，落咗落去等於冇落，因為落咗訂，受害嗰個一定係你。香港驗車20年嚟不偏不倚，冇車行資金，唔受車行操控。HKMI 香港驗車，香港人嘅驗車公司。